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6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8篇，民数记24章第1节到14节，路加福音第1章26节到3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福的。基督徒的大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，使人受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。成为基督徒的人就是受呼召的人，就如同亚伯拉罕一样，成为了蒙受赐福的人。耶稣在世上的母亲玛利亚被称为蒙福的妇女，是因为她尊主为大，即便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，她也愿意顺服到底。然而我们看到旧约记载的巴兰，虽然他看见了上帝赐福以色列人，并且呢他自己宣称自己是不敢违背上帝的命令。但是在新约使徒行传，彼得谈到假先知的时候，却是明白地提到了巴兰作为例子。他说巴兰是一个假先知，是有贪心，并且使用捏造的语言在信徒的身上来谋取自己的利益。今天的经文以民数记24章第1节到14节提到了巴兰的与路加福音第1章玛利亚相提并论，做了一个蒙福者的一个对比。那谁是真正蒙福的人，其实就非常的明白了。民数记的经文这样说道，巴兰现在知道上主要他祝福以色列人，所以他这次没有像以前那样去求预兆，他转向旷野，看见以色列人一支族一支族的扎营在那里，上帝的灵支配着他就说出以下的预言。比尔的儿子巴兰的信息，那能够清楚观看的人说，我能听见上帝在说什么。我在梦幻中凝视那从全能者来的异象。雅各的帐篷多么华丽，以色列的营帐多么的壮观。它像是一排一排的棕树，像河边的花园，像上主手植的沉香树，像溪水旁的香柏木。它们有充沛的甘霖，它们的种子撒在滋润的田里。他们的王比雅甲伟大，他的国扩展四方。上帝领他们出埃及，像野牛一样为他们打仗。他们吞灭了仇敌，压碎他们的骨头，折断了他们的剑。这个国家像是匍匐的公狮，像是睡着的母狮，没有人敢唤醒它。祝福以色列的一定蒙福，咒诅以色列的一定遭殃。巴勒气愤愤地握紧拳头，对巴兰说，我召你来是要助走我的仇敌，你却3次的祝福他们。回去吧，我答应要酬谢你的，但是上主不让你得着。巴兰就回答，我对你派来的人说过，即使你把王宫里所有的金银都给我，我也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思而违背上主的命令，我只能说上主要我说的话。巴兰对巴勒说，我现在要回我的同胞那里去，我走以前，我要警告你，让你知道将来以色列人要怎样对待你的人民。与这个宣称不敢依照自己意思而行，不敢违背上帝命令，
只有遵照上帝旨意的巴兰来做对比。玛利亚的安静顺服则是非常强烈的，也让我们再一次的被提醒要如何成为一个真正蒙福的人。因为玛利亚知道了上帝的旨意以后，即便是面对她自己的不愿意，面对了这种违背社会标准的事情以后，她说：我是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路加福音第1章26节到38节。在伊丽莎白怀孕的第6个月，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的一个叫拿撒勒的城去，要传话给一个童女，名字叫玛利亚。这童女已经跟大卫家族的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子订了婚。天使到她的面前说：愿你平安，你是蒙大恩的女子，主与你同在。玛利亚因为天使这话十分惊惶不安，反复思想这问安的含义。天使对她说：玛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上帝施恩给你，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要给他取名叫耶稣。他将成为伟大的人物，他要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。主上帝要立他继承他祖先大卫的王位，他要永远做雅各家的王，他的王权无穷无尽。玛利亚对天使说：我还没有出嫁，这样的事怎么能够发生呢？天使回答：圣灵要降临在你的身上，至高的上帝的全能要庇荫你，因此那将诞生的圣婴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看你的亲戚伊丽莎白，虽然她已经年老，人家说她不能生育，可是她现在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。因为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情做不到的。玛利亚说：我是主的婢女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于是天使就离开了她。诗篇48篇。在我们上帝的城里，在他的圣山上，上主至大，应该大受颂赞。上帝的锡安山高耸壮丽，大君王的城使万民兴。上帝的城在城堡里，他显示自己是安全的避难所。诸王结伙前来攻打锡安山，他们一看见这城便惊惶失措，他们慌慌张张地逃跑。在那里，他们被恐惧抓住，像临盆的妇女那样的难过，被东风击破的大船。我们曾经听上帝的作为，如今在上主万军的统帅我们上帝的城里，我们亲眼看见了。他要永远保守这城。上主啊，你的圣殿里，我们默念你永恒的爱。普世的人都颂赞你，你的名传遍天下，你用正义统治。愿锡安山欢喜，愿犹大的城邑快乐，因为你的审判公正。你们要绕着锡安山走，数一数它的城楼，你们要查看它的城墙堡垒，好像后代叙述。这位上帝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上帝，他世世代代要带领我们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诚心实意领受他旨意的人，真心的遵守他的命令，成为一位真正蒙福的仆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